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原林区伊着宗教改革的联合礼拜，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咱用线顶来做连接，也希望上帝恩典拢甲每一位上帝甲儿女相同在。咱今日所要分享的信息叫做宗教改革的神思，就是通过这样的纪念，伫这所在，互咱来反省、思考信仰问题。咱大声来强读上帝话。上帝话是记载伫罗马书第3章21节到22节。在伫律法以外，有上帝已经肯定，律法甲先知甲伊做干净，就是上帝对信耶稣基督到底拢做是的人，因为拢无争吵。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正常满满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有机会通来经历上帝你咧互阮，因为来信靠你，就上帝你称做义。主，阮今日为着宗教改革的纪念504年前这宗教改革，阮伫这所在咧通过安尼的一个信息，搁一摆来反省、思考信仰问题，也阮搁一摆伫这顶面通过安尼一个连接，也甲上帝你来结连，也互阮每一个信靠主你的家儿女，真正行伫一条合上帝你心意无问题好道路。愿让你感恩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主来恳求，阿门。咱要大声来听一首诗歌，这诗歌的名叫做《恋我越近》，咱做伙来听。不压橄榄挣扎，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那大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我要赞美，还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赞美比钱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报？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都是真理。
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今日要甲做分享的事是叫做宗教改革的神思。前之外，宗教改革离即马已经有504年，而且中间伫504年前有一个宗教改革，现在有真侪人唔知影。这宗教改革用意到底为虾米要改革？甚至有个人会误解，会抓出如果若无宗教改革检测，咱即摆教会也阁是合意。是不是了解？因为无了解地教，咱唔知影，因为宗教改革，才有今仔日的基督教，伊当时的教会，天主教会的偏差，有可能影响拢总教会的基础。宗教改革有5个口号，嘛是伊的5个目标，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上帝的荣耀。这5个唯独，拢伫迄个所在，因彼此中间有一个真好的连结。宗教改革，甲这个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有真大的关系，因为这个礼拜堂。起真久，就伫宗教改革前后，因为真欠钱，建筑需要真大笔的钱，而当时有十字军东征，有侪的需要，所以地教有一个真无好的规矩就伫迄个所在，互人误命，就是教会。就开始伫遮要赎罪过。当时的教会对伫罪有安尼认为，就是罪有2种，一种叫做死罪，一种叫做微罪。洗礼就会当赦免人的死罪，人死了必须要伫迄个灵界内底，通过火烧来洁净。然后烧去了，才有法度通标记上帝。教会所接触真侪遮圣人的功德，就会当通过施行大赦来减少人伫地狱中间的受苦。总是遮的，拢无圣经的根据。这赎罪教的异端。就是当时的教会主张会当照着奉献来对这个赎罪教，就是这个大赦的证明书，会当来减少人伫灵界中间的痛苦，甚至也会当来赎罪。教会为着要募款，筹集这个钱，所以就大量来卖这个赎罪教。咱来看，这张就是赎罪教。赎罪教的见面有写甲真清楚讲，这个人伊奉献偌济钱，就会当伫灵界内面来减免伊受苦会当偌久。伊四经里在推销，造成人对伫基督教信仰一个误会，就是人掠罪，会当我靠家己的气力。用钱
来买上帝恩典。罗德伊提出抗议，伊讲未熟济讲，这大些证明就会造成一种信仰偏差，这个人掠做会当挖过家己的努力来得到拯救，就是这是对，因为安尼会造成上帝阳光受亏损，也致到基督教的信仰的中心，就是上帝才是真正人得到拯救的终极的原因啊！就是这人生来得拯救，就是只有会当通过上帝的拯救。1517年10月31日，罗德将这95条会叫做论纲，就是伊提出这个当时的教会的这偏差的所在，伊个所在提出95条，就定义伊当时伊的教会这威登堡的教会的门口。你看即个这教会门口，就是教会公报嘛，就定义的所在就是这伊反对赎罪教的这最的理由，伊咧所在论述，伊咧所在个定义的定义，伊咧强调就是人应该是爱真心悔改来跟对基督。这文章真紧就流传到各所在，因为当时有在流行这种德国有在流行，开始流行这个古腾堡的印刷术。古腾堡印刷术通过这印刷这95条这辩论，这辩论的论纲，就伫个所在真紧，人就拢看得到。2礼拜就间，全德国人拢知影这样事，也感觉罗德讲了真道理，流传真紧，教皇真无欢喜，也总是无法度通过。古腾堡印刷术不但互这95条的论纲有迄个印刷版，咱看去这就是伊的印刷版。人看到，免去到伫迄个拜堂中间来看，人就会当伊的手中就看到这印刷版。而且古腾堡的印刷术，常时也对伫宗教界有一个真大贡献，就是印圣经速度变了真紧，真侪人有机会读到圣经。教皇我当处理，就托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来处理。1522年，皇帝就调开这个帝国的会议，要求罗德，你得爱甲95条的论述、论纲甲伊收回，总是罗德唔肯。伊安尼讲，这就是我的立场。遐些有人真记者的，伊感觉罗德真固执，伊嘛甲真强势，伊竟然会当伫遮的帝国的会议中间，伫皇帝面前，伫遮贵族面前，伫遮大言不惭讲，我唔切我唔切，伊这是我的立场。但即摆检测咱有侪人会伫迄个所在无了解，因为罗德其实伊也阁有讲后面2句话，做是这话常常互人家己记记。伊安尼讲，除非你有人用圣经证明我是对，除非你有人根据理性用圣经来说服我，讲我是唔对，
若无我无要收回。伊意思就是圣经甲根据圣经理性，这是落入上界基本的要求。当时伊安尼讲了，无人遐应声，后来落入讲了就行一日，落入要到伊家己所行去即个火灯堡的路州，就互一个保护伊的贵族叫做腓特烈三世伫遐，因为腓特烈三世伊看心，伊惊落着互当时的皇帝甲伊关起来，甚至甲伊判死刑，所以就甲落着用绑架的方式甲伊掠去迄个威特堡，表面上落着拄着土位，互人掠去，就安尼消失一年偌久。实上是将伊保护起来，落着伫迄个伫这瓦特堡，这个小小的城市伫这中间，伊无代志做，所以伊就开始伫这个所在来翻译圣经，用无到1个月的时间，将新约圣经翻译做德文。因为宗教界有一个努力，就是要倒去到圣经，就是要全力来恢复用上帝话来做人的中心，用上帝话来成做人生命的中心。即摆咱讲伊这幅图，一个画家就将落地一生伊所追求要建立、要起造即个起造伫上帝话安尼一个信仰，就甲伊描述出来。礼拜用讲解圣经，叫做讲道中心，这是上帝启示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讲道者甲听道者双方面，拢甲迄个焦点靠伫到底是叫做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讲道人在咧讲起的时，咧讲道时就讲到耶稣基督，这样的人也听起耶稣基督，就安尼耶稣基督就临到伫咱的中间，就临到伫讲道者甲听道者的人中间。这就是礼拜理想。今日咱就要照着圣经，也照着宗教解决迄当时对着真理的明白，咱要来了解。头前咱做来思想的就是因信称义，啥叫做因信称义？这个称义究竟到底是称？什么人称什么人做义？简单来讲，就是上帝称人做义，人就上帝称做义，上帝是主动，人是被动。所以伫这所在，这个称义，中文的称义，常常互人误会掠做，人会当。人因为信心真水，得到人达得上帝来称人做义，这是唔对了解。以信称义这信，就是信靠上帝。以信称义就是人这个信靠上帝来领受上帝称人做义的问题。人伫上帝的面前，因为是为着什么会当互上帝来称做义？伊是称义要讲的就是，毋是靠着人的努力，
因为人常常会误解，掠做，人咧靠着人的信心来称互上帝称做伊，所以伫这个所在，人努力毋是焦点，伊是称伊。但即摆叫在咱常常有诶人，会当讲哦，这人常常咧自卫啊，因为安尼，因为常常自卫，就会当有这人称做伊。因为这人伊只有咧服侍，所以因为伊诶服侍，就伫咧出来互上帝称做伊。啊，是因为教会咧鼓舞兄弟来奉献，有诶人只够奉献，真巧奉献，啊，就因为伊诶奉献而称做伊。啊，是因为人伫社会就有真好成就。有真好行为，就因为安尼，互上帝称做伊，总是只爱拢无圣经的根据。圣经要讲就是只有一条路，就是人只有通过信靠上帝，才会当互上帝称做伊。所以这个所在咧讲伊的意思。伫中文无共款会当伫遐来比拼的字，所以就伫咧所在还了解，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咧讲到就是上帝的性情。伫圣经内面，咱当看到上帝伊通过圣经显露出来，是像看到有上帝公正，但同时嘛有上帝的慈爱。伫公义公正当中有慈爱，伫慈爱中间有公正，这就是上帝的性情，就是圣经伫这所在所咧讲迄个义，称做义的意思就是上帝宣告，这人伊下伫伊的义，做人了上帝慈爱来接纳。所以会当正做下伫上帝的公正，因为耶稣基督的慈爱，因为耶稣基督为着咱罪人来死，互罪人当透过信靠上帝来得到，互上帝称人做义，这就是因信称义所得讲。第二，咱最后来分享就是。蒙恩的罪人，当路中伊咧注解这罗马书第4章的时，伊安尼讲，伊讲这信主的人，常时是义人，也是罪人；是义人，也是罪人。圣经咧讲到这个称义，是用被动式，要强调就是人是。被动互上帝称做伊的状态，这是咱关于天主教义的这个功课册，就是神学词典的内底，竟然把这个称义翻译做正义。正义的神学的理解，甲称义的神学主张，其实是无共。正义，这强调就是人主动，人也是上帝恩典了，就照着人就照着恩典，会当提得出来正做义人，是人主动，人主动。这是称义的强调，就是上帝主动，人只不过是一个被称做义的。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这个所在咧讲的信，就是爱专心倚靠上帝恩典，就是咧讲，就是咧放手爱交托。保罗路顶伊安尼讲，只有当人家己有
对伫家己一个全然的失望，人才有法度人来接受基督的恩典。因为照着人的体性，人一出世就真爱掠东掠西，掠东掠西。2、3岁的囡仔真歹照顾，因为伊会学白沙，当伊的手揢着的物件，伊就无会放；揢着玩具、佚佗物仔，伊就无会放；揢着牛奶干仔，伊就无会放。现在伊的手里揢着家刀、揢着刀啊，是这危险物件。伊嘛无要放，因为伊知影要安怎放，伊袂晓。到大汉成人了，讲着名，讲着字，讲着掌声，讲着影响咱时，伊嘛无爱放。迄是人的体性。一个人要放手，毋是遐尔简单。咱咧看信。是真简单一个字，就是要安怎信，要安怎放手，要安怎交托，是足困难的。因为信是需要放手。圣经里一般咧讲，你若认为还是掠做是足简单的。你若认为讲这是足简单的啦，我早就会晓啊，安尼就证明你是外行的，你是外行的。路德伊看到侪人伫神顶面的成长，就是通过这个受苦，通过受苦，通过苦难，人才学会放手。就像这手机啊同款，伊伫手机的顶面，当伊若跌出来无愿意放，伊就继续定伫个所在。但这手机啊，伊若伫这所在来放手，伊若放，伊这手机啊就对着迄个风，自由自在，好吹起世界杯。世界杯，上帝恩典嘛要教咱啥东西？上帝恩典就对着这个风，像风共款，甲咱对你带你行，咱带你行，互咱甲上帝恩典做伙同行。第三件做的分享就是好树结好果子。路德伊强调就是。人是借着上帝，信靠上帝，领受上帝的恩典，互上帝称人做义，也强调人的改变是比人行为的改变更大些，优先于人行为的改变。这也根据圣经马太第7章第17节安尼讲，主耶稣安尼讲，安尼既然好树会结好果子，就到歹树会结歹果子。路德伊引用加拉太书第5章第6节安尼讲，原来基督耶稣内底。受甲咧，无受甲咧，全无功效。就到只有互人发生忍耐，生出忍耐的信心，才有功效。路德伊第一主张的就是，当咱信靠上帝是件好处的时，咱就要结出好的果子。咱是件好处的时，咱的生命改变时，咱就结出好的果子。为什么路德伊会发出安尼一个讨论？迄即摆咱
看见路顶伊有去注意到一寡基督徒，伊只有注意到迄个外在的行为，就当然讲，哎哟，你这人真无疼惜的是，咱就伊个所在安尼讲话较轻声细细，表达好在真有疼心。这是向怎卖？如果咱若只有改变行为，无改变人这内在，人会改变，有可能所结出来行为的轨迹，有可能是假，因为人要改变，只有信靠上帝。人若要改变，就是信靠上帝，为内在来改变。咱看伊耶稣的时代有真侪法利赛人，因有真好行为，这是因为因无改变，因为无改变因好行为，这袂久，真侪时阵骨卡的烧出来，真侪时阵骨卡就烧出来，因为做袂久，因为迄个改变，迄个外在有咧是假，迄个规矩是假，因心称伊路德，伊认为好行为是信仰的规矩，信仰爱摆伫头大先，就伫个所在，而且就要有好行为来将这些规矩来结出。这个行为若像剪纸共款，点伫土里，就要伫迄个所结出好行为的规矩。路德伊捌提出，当上帝互人改变的时，人就当伫遐得到自由。迄个自由是真欢喜、甘心乐意的自由，出对内心的意愿爱做这事，欢喜、甘心乐意去做这事。自由是自由，服侍是自由，毋是艰苦，毋是义务，毋是担当，是欢喜做。欢喜伫遐，因为受改变，就看起来是一个自由。弟兄们，毋知咱的教会，还是咱这基督徒，敢是一个安尼教会，敢是一个安尼基督徒？因为咱上帝互咱得到改变，咱就会当伫安尼内面来得到自由。第四项咱做来分享就是加利文，伊论着因是称义。加利文，伊是宗教改革第二代真重要的神学家，嘛是咱基督教会的创始者。伊主张这个信是人和上帝人被动的上，伫迄个所在人了是上帝伊，互即个信成做一个管道，成做一个管道。伊讲这就好像是一个器皿本身是无啥物代志夸口，伫个器皿内面的宝贵才是重要。伊个器皿内面迄个宝贵是上帝恩典才是重要。即个器皿。然后伫个所在来容纳上帝恩典，常常是必须要经历最这苦难，因为顺境，伫顺境中咱无就通用经历上帝恩典，实际咱嘛无就通体会了解上帝恩典是怎样丰盛。加利文伊讲到，伫这所在咱看伊遮有一个例，就是在以色列是因对出来的表有埃及对兵，
头前安排。兄弟啊，别错，等于行无路时，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面对这苦难的时，因才有法度通接纳、接受迄个经历上帝恩典是这样方式。但是话，伫这所在咱看见，因就按经过安排，上帝这一摆是了伊满满恩典，而且上帝百姓的心中，是通过这因经历苦难，这是顺境，无法度通体会。而且有时咱咧想，这个，甲你问伊咧讲到信心的亲像一个气力。就是一个将这个贵重宝贵的这个宝贵的这个气力同款，就安尼想，这个气力了啊会当，这个气力了啊会当增加多，伊了啊会当增加多，会当加增一寡，这上帝恩典。有人安尼讲，就用一较大的气力来争啊。但是话是安尼吗？较大来争，就当得较侪吗？这就咱看见的，毋是大就好吼，毋是大就好。真侪人足大，真侪人足大，就是会内面满，啥物拢做袂落去，有效无？无效。所以毋是家手爱大，上帝也是爱啥物？上帝也是爱空啦，爱内面是空的，才当装这宝贵伫内底。而且伫这所在。咱看见，这是上界困难，就是人伫人生中间有这么满，人要来争上帝恩典。这中间咱看见有个人讲，哇，这人出牛的吼，出牛的，哇，做名的，哇，做英雄咱的，人拢甲你拍鼓啊，拢互你掌声。你已经满，然后做上帝恩典啊！你已经满，然后做上帝恩典。这气力拢无空间，通来做上帝恩典，你已经满，然后做上帝恩典。这个希望伫这所在，咱通过这个来思想，因信称义。就对伊这所在，咱看见照一个圣经在伫罗马书第5章第8节安尼讲，就基督伫咱最人的时，为着咱死，上帝听出伫这所在来显明，上帝听就通过主耶稣为着咱死，为着咱这罪人来死。就伫咧所在来显明，但是话，上帝恩典是这样大，上帝这样疼咱，甚至就伊都死世间咱主耶稣为着咱来死，所以就对，伊要甲伊学生来谈话，伫这本。餐桌谈话这本册内底，伊个学生伊也安尼来记载，伫1546年2月10日，路德伊要离开世间的前一天，伊甲这学生讲，咱拢是乞食，这是真的。咱拢是乞食，这是真的。伊无特别来解释。
做事的意思就是讲，咱拢伫上帝面前，咱拢是需要上帝的恩典，求讨上帝恩典的乞食。咱得到这恩典了后，咱会真欢喜，咱会欢喜甲袂固定，要较支持甲报人知即个其他的甲其他乞食报人知即个大欢喜的好消息。来领受安尼一个恩典，讲到这，咱就会当明白，一个领受福音的人，伊会死过去保佑、去传这福音，因为这根本就免讲。就是这乞食个关，伊领受着这祝福了，伊要还甲其他的乞食来保佑，讲哇，这样好宝贵，较紧来，较紧来。在此外，对伫今仔日。咱的教会宗教改革对咱有甚款挑战？因为咱伫现处时的这世代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世代，上帝咧挑战咱，是不是？应该是甲这世界如果是用人做中心，还是会当亲像当时的宗教改革的精神，就是抓上帝遮做。咱的中心是用咱家己真做中心，通过这个去提起咱，才经这个正教会，咱就要专心来倚靠上帝，是倚靠上帝以外任何的关系能力。因此，我求上帝帮咱收束伫咱，伫这个宗教改革。504周年时，互咱一摆通过这个来纪念，通过这个继续甲这个宗教改革精神，就是互咱清楚知影，咱是有上帝恩典，咱领受上帝恩典是这样方式，咱无别条路通行，咱要安怎改革，是通过信靠上帝来改革，上帝就称咱做义。今日希望求上帝帮咱小所伫咱，也互咱会当伫这所在来看见，咱需要领受上帝恩典，咱就必须要放手，必须要放空，互咱这个气味是空的，互咱这个气味是会当伫说用咱上帝满恩典甲祝福的，求上帝施恩所伫咱。互咱每一个世代正教会都是改革中的教会，求上帝通过这个，互咱亲像风，甲这个树叶带在飞，咱就是咧树叶自由自在，就像上帝恩典世界来过用，愿上帝恩典让施恩所伫咱面前，咱暂时来祈祷。全能主你听从我们之地，阮一摆献上阮的感谢。主你互阮有安尼宝贵的纪念的日子，也看见进前500几年前，而且的先人信仰的先人因所留落水的脚跡，因坚持讲，这就是我的场，就是伫个所在起条伫上帝你的话。主啊，你帮在是阮所伫，我每一个世代基督徒，互阮拢会当坚持伫这个上帝你的话，坚持伫真理，继续伫每一个世代为主你来发光，也通过这个，互最人通过阮这个乞食，领受上帝恩典的乞食，就将伫每一个世代将上帝你的福音来保传伫大家乐。互最人永远这个祝福，互最人永远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甲荣耀。第一摆迄主安尼感恩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上帝祝福咱这点要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得胜的歌。我上帝帮咱伫每一个世代，而且教会甲每一个基督徒。
互咱伫每一个世代拢为主征战，而且是为主征战尔。主要讲讲，伊咧为着咱伫每一个世代为着咱来征战，互咱看见这战争，看见上帝荣耀，看见上帝恩典，看见上帝咧伫每一个世代真侪咱挽回甲帮助。咱做伙来听。求主给我你的眼光，不凭记忆，前方道路你为我照亮。你是为我征战的神的圣诗歌，谁都不能拦阻我一生紧紧跟随你。你就是我的神的根，你是有真有活的神，面对惧怕大声赞美。哦，哈利路亚，唱着一首得胜的歌，给我力量超越现况，放眼前方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畏惧。求主给我你的眼光，不凭记忆，前方道路你为我照亮。你是为我征战的神的圣诗歌，我一生紧紧跟随你。你就是我的神的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面对惧怕大声赞美。哦，哈利路亚，唱着一首得胜的歌，给我力量超越现况，放眼前方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畏惧。困难我心仍有大喜乐，看尽苦楚，唱着这首得胜歌。你就是我一切盼望的确据，得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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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虽有困难，我心仍有大喜乐。看尽苦楚，唱着这首得胜歌。你就是我一切盼望的确据。得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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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有困难，我心仍有大喜乐。看尽苦楚，唱着这首得胜歌。你就是我一切盼望的确据。得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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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有困难，我心仍有大喜乐。看尽苦楚，唱着这首得胜歌。你就是我一切盼望的确据。得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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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得胜的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面对惧怕大声赞美。一首得胜的歌，给我力量超越现况，放眼前方应许之地。哈
后，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地上帝正堂，甲圣神相通，拢甲阮每一个上帝你的家己女三个同在，甲每一个上帝你的教会三同在，甲阮每一个上帝你家己女手中所做同三同在，这一点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